呢個假期如果你嚟澳門，我要話俾你知一個超正嘅新玩法，唔係去大三巴人逼人，而係嚟體驗一場穿越20年代嘅奇妙之旅。下午1點到6點，關前街呢一帶咧完全變身啦！你行喺街頭咧會發現，哇！呢啲懷舊招牌、復古街區，真係瞬間令到你穿越翻20年代，嗰種時空交錯嘅感覺，用一個詞形容就係絕啦！耶！嚟到澳門咧，好多人都忽略咗呢條街。澳門最古老嘅街道之一關前街，呢條街咧距離大三巴非常近。康熙年間咧，呢度咧係海關嚟嘅，負責管理同徵收海上貿易稅款，係中外商船進入澳門嘅必經之地。所以你見到關前街保留住大量嘅傳統產業商鋪，譬如古董啊、二手購物店等等，又融合咗創新文創店、咖啡館，成為咗集歷史文化同現代創意於一身嘅特色街區。Thank you。關前街、草堆街、果欄街、10月初5街呢幾條街而家都有濠江街話嘅特色佈置啊！你跟住條路線走，一路打卡影相，出片率極高啊！重點嚟啦，邊行邊食咧先至係正確嘅打開方式啊！波爾圖葡撻、榮記豆腐花、愛心素食店，哇！呢間馮記豬腳薑咧係3盞燈開過嚟噶，不得了！3盞燈嗰邊咧都好出名嘅。仲有啊，亞字麵噶，佢哋嘅美食咧真係不容錯過啊！最有意思係你仲可以體驗懷舊人力車啊，坐上去嗰個年代感瞬間就嚟啦！唔該，我想問呢兩個活動係咩嚟㗎？呢兩個係今晚7點關前正街同埋康公廟嘅兩個劇本殺活動。到咗夜晚7點，精彩嘅嚟啦！關前正街咧有個沉浸式互動劇場叫關前殘香引，關於人心思欲愛恨情仇嘅故事。街頭到處都係 NPC 啊，就好似穿越到民國時期嘅澳門。佢有8點同9點15分嘅場次啊！如果想玩就冇錯過呢啲時間啦。同時間咧喺康公廟前，你仲有另一個咧沉浸劇場喎。另一個係10月初5仲娛樂，係講緊有人可以為咗自己生存落去，然後換咗假身份嚟過人世。咁喺邊度報名啊？我哋呢度就有報名處俾大家報名㗎啦。大家想知道呢兩個故事嘅真相，由你嚟拆穿。今晚7點，我哋就喺個劇入邊與大家相逢啦。呢個國慶中秋假期啊，嚟澳門咧唔單止係打卡影相，仲要係一場穿越時空嘅美食文化體驗。佢唔係演員嚟㗎，佢係局中人。你哋覺得點樣啊？如果想去嘅話，喺評論區求111。想知道澳門更多活動，記得關注咩東東，暢遊澳門更輕鬆。耶！